一箭雙雕。南北朝嘅時候，西北嘅突厥王攝圖請求北周嘅宣帝將公主下嫁俾佢，宣帝答應咗佢，就派宇文神慶、長孫成等護送趙王嘅女兒千金公主去突厥。攝圖因為聽聞長孫成係一個神箭手，所以對佢非常器重，仲特別留佢喺突厥住咗1年。期間經常邀請長孫成一齊出外打獵。有一日，攝圖同埋長孫成又一齊騎馬到城外打獵啦。忽然見到有2隻雕喺空中一邊飛一邊爭奪一塊肉。攝圖立即將2支箭遞俾長孫成，對佢講：請將嗰2隻雕射落嚟俾本王啦。遵命。長孫成縱馬飛奔，拉弓發咗一箭，就將嗰2隻雕一齊射咗落嚟。攝圖同埋長孫成上前查看，攝圖不禁驚嘆：長孫成，雕係一種兇猛嘅大鳥，唔單止飛得高，而且飛得快。一箭射中1隻已經唔容易，一箭射中2隻就更加難啦。而家你發1支箭就可以射穿2隻雕嘅身體，果然厲害。